2024环太平洋军演这回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加拿大的巡航舰温哥华号。这只军舰伊伫2当前要有甲这个美国的军舰做伙软过大海。加拿大的海军嘛是真大班，互媒体去甲翕船顶的武器甲系统，也正是这只船会来参加军演。另外，意大利是头一届来参加军演，外界解读讲，因是想要来加强印太地区的力头。Canada 巡航舰 Vancouver 号今年搁一届来参加环太平洋军演。Vancouver 号有真厉害的武器系统 ，Canada 皇家海军大风号媒体级 MK48随敌发射系统，加着正方形海马速飞弹，反制敌军超音速反舰飞弹。这拄好，公司新闻咧翕主舰炮的时，嘛翕到夏威夷喜格联合基地美军藏水艦。公司新闻嘛进入 Vancouver 号的船桥，也就是船的目睭，一天24点钟拢有人轮班，确保船会当安全通过海峡。So we are going to be operating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However, at this time, I've not been briefed on an indication as to whether or not we'll be passing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德国是派巴登沃德伯号巡航舰，同款互媒体翕防空飞弹、反舰飞弹，而且巴登沃德伯号最近则拄改造升级，有上现代化的货运能力，船的油若加满会当驶2当遐久。Also, the first type of frigate that gets out of the harbour and then doesn't get back into the main harbour for 2 years. 意大利是头一摆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伊嘛是北约成员国之一。伊派出莱蒙多蒙德谷国力号这只新型巡航舰，去年9月才正式启用。大风展示船顶的 AW101直升机，那位船桥内底设计就当看出蒙德谷国力号甲巨型船人的无同。电子荧幕真新，驾驶舱充满科技感，阁有专门的空间会当进行战场精细分析，提升作战战级。The ship can changes its version. For instance, we have some module for disaster relie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special forces operation. 针对意大利敢是透过军演加强伫印太地区的支持力头，蒙德谷国力号船长强调，这毋但是演习，阁包括对外互相了解、建立外交关系、推动跨国合作。记者综合报道。